大家好，我係溫依班17號嘅成欣。今日我會喺屋企拍 YouTube。你知唔知我要做咩呢？我今日呢就會講一件喺學校嘅事情，話俾你哋知啦，當一個講座咁樣。咁呢，我學校呢就會有個好學生選舉咁嘅嘢啦。首先呢，每班會有揀出3個，我哋會投票，加埋家長俾老師嗰啲分數，最後邊個最高就可以叫做傑出學生選舉。你知唔知有邊個呢？我有份啊！咁我就講俾你知要做咩啦。首先老師會問你啲問題，問你最中意嘅書係咩，同埋自我介紹。我今日就想自我介紹俾大家聽。大家好，我係溫依班17號嘅成欣。今日我想藉着選班長呢件事，作為一個自我介紹嘅開始。喺啱啱開學嘅時候，老師要選班長，我即刻舉手自薦。好可惜，我落選咗。我好唔開心，覺得自己好冇用，仲好妒忌。但係我知道咁樣係冇用嘅。然之後我開始關心老師和同學嘅需要，主動幫忙，觀察班長點樣發揮能力處理班務。種種嘅投入令我明白做班長係唔容易嘅，要承擔責任，各方面做好自己，成為大家嘅榜樣。我從失敗中學習了更多。我好多謝我嘅班主任睇到我嘅進步，委任我做副班長。多謝大家。另外，我有堅毅、正義、仁愛等等嘅議政品格，而需要改變嘅就係要增強自信心，要做事要更細心。另外，我喜歡運動、跳舞、畫畫、唱歌、看書、彈琴，動靜皆宜。多謝大家。